所以当英国人统治印度的时候，有一个移民大臣，他退休之后，他就把他全部的精力贡献在发掘佛陀的这个地方。后来他发觉，他所有参考的典籍呢，印度的找不到，后来唯一可以找到的，就是我们中国留下来的东西，一个是唐三藏，一个是法显，所以他就跟着这些资料，一点一点去找出来法显是佛国当初记吧？佛陀留下来的地方。比如说，这是佛陀得道的地方，后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所谓菩提树。是不是大唐这个就是他第西域记？一次传法的地方，中文叫做鹿野苑。所以你常常听到佛教徒讲鹿野苑啊。那么现在是属于 Varanasi， 也是这个婆罗门教、印度教的一个圣地。那么据说呢，这个地方呢就是以前佛陀做的。这个地方呢就是 Varanasi。Varanasi 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你常常在电视上看到，他们人死了之后，要回归到这个地方，所以他尸体在那边燃烧的。那么这是印度教的一个传统，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神圣的河流。然后在这整个的行程里面呢，我自己也得到很多的启发，也有很多的奇遇。比如说，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呢，都会很自然的有人主动来接待我，我就不必住酒店。那么这个是我在飞机上碰到的一位叫仁波切，他跟我谈得很愉快。他说：“你不要住酒店了，住到我的修道院来，这样就好了。”后来我发觉这个人呢，他在台湾的名气蛮大的，因为在美国呢，有人帮他写了本书叫做《Joy of Living》，那么他的名字呢叫做 Minju， 雍平Minju啊。然后呢，中文在台湾的书在香港很容易找得到，叫做《世界上最快乐的人》。那么这就是讲他，因为哈佛大学曾经用他做了一个测试，后来发现他的这个快乐指数啊，在禅定的时候啊，是最平静的、最愉快的。那么其他的几个都是高深。我特别提一下，就是说，我们现在了解的事情啊，可能比较遥远一点，但是你接触这些人呢，你会觉得，哦，原来这些事情呢，都是在隔壁嘛。你比如说，这是我住在民宿的一个老板，他就是释迦，他就是姓释迦，就是释迦牟尼的一个释迦，他就是这个释迦家族传下来的。大概现在释迦在尼泊尔大概还有几万人，这些都是一些高僧。那么这个房子呢，据说是唐三藏住的地方，信不信由你了啊。这是唐三藏读书的地方，叫那兰达。这个那兰达呢，在当时，各位想想看，2000多年以前，他大概是西元7世纪的人，西元7世纪的 OK， 全世界最大的学校，有3万多人在那兰达。这我刚刚提了，这所有的佛像，每一个人他自己制造的佛像都不一样，因为你是从你的心中所想去照相，去照你的佛像。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去洛阳龙门，你看那个大佛像，据说是用武则天的像做的。那么跟我们商学院一样，伟大的导师都有很多伟大的弟子了。在这些弟子里面呢，我觉得最有趣的，在我们中国人里面比较熟的，可能就是穆杰林。刚刚过了这个7月15号，在佛教的传统有个叫暮年救母，这个就是从这边来的。罗睺罗是他的儿子，佛陀的儿子，优婆离是他的保镖之类的，所以实际上这些人大部分是跟他最接近的一些人。那么舍利弗呢，就是大家如果念心经的时候，里面他跟舍利弗的对话，
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蜜多时，照见般若蜜五蕴多时，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必空，空不异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那么，这是佛教里面最精简、最好的经典之一。舍利子就是那么指舍佛教利弗，在我懂它的跟舍利弗讲。这个经典呢，事实上我们大概花1个学期也没有办法讲完。但是当释迦牟尼第一次得到的时候，他思考的东西啊，各位看，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人文的，完全可以用在政治上，完全可以用在社会上，完全可以用在企业管理上。他把它归纳成4圣谛，就是苦集灭道。人生呢有8苦：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。你爱的人呢，一天到晚都看不到；不喜欢的人呢，一天到晚出现。你想要的呢，永远要不到，就求不得了。五蕴炽盛，这个是比较高深一点的东西啊。因为五蕴是所谓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你有了一个躯壳，你才可能接受；你有了接受之后，你才可能思考，然后产生行为，然后就开始建立了你的生死史，所谓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所以你的人生呢，就是这五蕴啊，在不断的流转，不断的胡思乱想，造成你的苦。所以讲穿了，事实上都没什么了不起。你如果能突破这点的话，你就没有这些苦了啊。那么，所以这个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在佛经来讲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念。虽然它是很简单的，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东西。那么，因为今天事实上，我的资料呢大概可以讲1学期，所以我一定要在这么短的时间把它这个讲完。所以，我会跳着讲。我们希望有些东西呢，可以让大家能够理解一下。那么，这个你基本上造成这些苦的因在哪里呢？就是12因缘。那么这些东西呢，实际上呢，都可以在 Google 上面看到，我想我就不多说了。但是你看一看这个下面这个八正道，这个八正道啊，就说你现在有这么多苦，你也了解你造成苦的这个原因在哪里，所以你要把它消除，这叫灭。那么你要用什么方式来消除？你看这多逻辑啊，就是要有8个方式，这8个方式多人文的，你要有正确的思维，你要有正确的见解，你要有正确的语言，你要有正确的行为，你要有正确的努力。这跟刚刚 Peter Drucker 讲的不是一样吗？你不能乱努力啊。台湾人喜欢唱一首歌，叫做《爱表加牙》，大家都会唱吗？事实上，我说不是爱表加牙，是要会拼啊，是要真正懂得拼才会赢嘛。你只是乱拼，当然不会赢嘛。所以你一定要找对方向。几千年的这个观念跟我们现在多接近了。然后正确的意念，正确的集中，正确的执着，我们常常啊叫做择善固执。后来你发现的话，你择的不是善嘛，你择的是一个错误的东西，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嘛。然后正确的命，你现在可以解释成职业，你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工作。然后定这个字呢，实际上呢，你可以把它解释成，如果宗教的话，你可以把它解释成禅定。那么各位如果打过坐的，或者说你常常有练这个 TM 的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， 你就知道这个定代表的一个含义在哪里。事实上，中国人你不管是练 martial art， 或者你是练 yoga， 或者你是练 ninja， 事实上定啊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。这个只是印度的概念吗？我现在讲讲孔夫子的概念。孔夫子有一句话，各位可能可以朗朗上口：知之而后能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
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各位看看是不是完全一样？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节制，你才会定，定了之后你才会去寻求，才会获得。这有没有一点像东方有圣人处，此心同，此理同；西方有圣人处，此心同，此理同，道理都是一样的。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呢，在唐朝呢形成了8个宗派，叫性相排显、禅净律命。性呢就是所谓的空宗，相呢就是所谓的有宗，就是唯识宗。那么后来呢，发展到今天呢，讲老实话，你现在看到满天的宗教的寺庙，大部分都是禅宗或者是净土宗，他们大概占了80%、90%。这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流变的一个影响。那么现在大和尚呢，很多都已经到了台湾，又从台湾回到了大陆。那么有一个宗呢，居然在香港蛮兴盛的，这个天台宗。天台宗它基本的经典呢，就是用的《法华经》。《法华经》在佛教里面呢叫做《妙法莲华经》。那么他信仰的当然是观世音菩萨，因为这个讲企业管理呢，就讲 case study 啊。我先拿2个 case 来。这个右边这封信呢，是那个觉光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写给我的。那左边这封信呢，是惟觉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写给我的。惟觉呢是禅宗临济宗的第45代传人，觉光老和尚呢是天台宗的第46届传人。各位，你看佛教多伟大，它可以这样子传了几千年，一代一代从不间断。这个在任何其他国家、任何其他宗教都不存在的，当然除了天主教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个思想的黄金时代，就是所谓春秋战国时代，诸子百家的兴起。第2个黄金时代就是在唐朝，因为它有一个自由的土地，它有一个自由的土壤，它有这么好的养分，它就可以让你思想开出灿烂的花朵。这个释惟觉呢，就是他主持的中台禅寺。如果各位去南投的话，请千万到中台禅寺去看。那么中台禅寺可能是台湾所有的寺庙里面最有创意的，而且建立的是非常的宏大而且庄严。因为他这样写：般若正法常乐演说，读诵书学视为其业，广宣敷养，令其流布之类。那么这当然是对我的一个鼓励了。他也圆寂了。那么觉光老和尚呢，可能大家在香港现在佛诞日可以放假，都是觉光的功劳。因为他做了那个佛教协会的主席之后，他一直不断的努力，后来终于争取到佛诞放假。所以大家以后佛诞在家里休息的时候，可以想到这个老和尚。然后他给我的信是说，我们在关中市见面之后呢，很久没有见面了啊。然后呢，他上面提了一些，他说先生对世间法之洞彻深明呢，后来翻到又说我对这个出世的法有深深见解，这当然是没有讲啊，愧不敢当。尤其是对应功之认识及见解，一语中的。那么应功呢，就是台湾一个佛教集大成的一个应顺导师，因为他把这个佛教，我刚刚讲叫大乘八宗，然后但是呢，大分可以分作3个系统，所谓
性空为名，就是走了空中了；虚妄为事，就是走了有中了。然后呢，常乐为心。那么这个就是，如果各位了解佛教的话，大概你现在全世界佛教就是分作这3个系统。所以天台宗呢，我是到了香港的时候才发现，没有想到天台宗在香港可以这样发扬光大。然后呢，觉光有一个好朋友，我不能说他是他的弟子，就是李嘉诚。那么我把这个特别拿出来了，就是说，我看到李嘉诚前一阵子，前个礼拜的时候，把那个香港所有的报纸都买下来头版，然后登了很多广告。那么他在登广告的时候，他还附了一个这个说明。那么在他说明里面呢，又有中英文。我一看他的中英文呢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我就不禁会心的一笑。那么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，我在这边呢就把这个李嘉诚的这个中英文跟各位报考一下。你看他的这个中文呢，只有一点点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。以和身得度者，即现和身而为之说法。所以他不登了2个广告吗？我们今天不谈政治啊，所以他讲什么没有关系。但是他这2个广告呢，照他的讲法呢，一个是给当权者看，一个给庶民看。所以呢，他用的这种解释方式啊，你要是不从佛教的观点来讲，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他也不在乎你懂不懂他的东西，因为这是他心意嘛。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天台宗的，就是《法华经》里面的东西。你看英文就可以看得出来啊，他可以把他的心意啊，在那个英文里面，完全表示出来。Learning from the Lotus Sutra， 从《法华经》里面的经典来看 ，which taught a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with different levels and different type of beings。他说，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呢，他就是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教训，就是跟不同的人呢、不同的阶层的、不同世界的、不同社会的，要有不同的一些处理的方式。那么 ，in my opinion, today there is no single one message to different type of beings。他说，现在呢，我们事实上找不到一个单一的东西可以满足大家的要求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下面这个是完全是《法华经》里面的东西。If there are living beings need to be liberated in a certain way, then Avalokiteshvara，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了。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梵文 Avalokiteshvara。那么这原来的翻译是观世音，那么在玄奘呢就翻成观自在啊，因为他要避免跟唐太宗谐音。Will manifest and teach the Dharma as according to one need。他说，当他们在传这个教法的时候，是要传给应该接受的人是接受什么样的教法，他就传什么样的教法。这个就是跟这句话是相应的啊。然后呢，它的来源是 Universal Gate Chapter。The Lotus Sutra 是从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出来的，所以现在信观世音菩萨的基本上都是从这个经典里面出来的，这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。OK， 现在终于到我们的孔夫子了。这张照片呢，这个像呢，我想各位对画有兴趣的一定了解，这是吴道子的画。吴道子呢是差不多西元7世纪的人啊，那么我相信他没有看过孔夫子，但是呢，他画是大家认为是最传神的。我只是想强调一下，我特别希望这个孔夫子能够走向民间。那么我觉得说不定这个周润发比较像孔夫子也不一定啊，因为基本上呢就是这种北方大汉。那么现在有卡通的孔夫子，有年轻的孔夫子，我觉得这是他普及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。那么孔夫子不是在中国有名的，这是美国最高法院上面的像啊。Wikibooks does not have a category with this exact name.
Please browse the existing categories to check if the category is covered under another name. Start the category. History 这是 page. conflict 的 Search for category. History in the existing pages of namespace category. 给大家看一 Look 下。 for 那 pages 么 within 我觉得一个 Wikibooks 弹 that 钢琴的 link 小 to 孩 this 是不会变 title. 坏的， Other 常常却 reasons 孔庙的小 this 孩 method 不 may 会变 be 坏。 displayed. 所以我有时候会带 If a 小 page 孙女 was 去。 recently created 但是呢， here, 因为她婆 it 婆可 may 能 not 不喜 yet 欢她 be 曝光， visible 所以 because 我 of 把 a 它 delay 分的 in 大家都看 updating 不太清 the 楚。 database. 但是很清楚的就是说 Wait a 有两 few 个小孩， minutes and try the 那么 purge 这是台 function. 北的孔庙。 Titles 特 for 别提一下， Wikibooks 就是 are 说这个 case 万用共 sensitive 享， except for 我 the 并不是很 first 喜欢，因为我 character. 觉得这有一点夸张了。 Please 因为 check 当子贡 alternative 赞美他 capitalizations 的老 and 师就是 consider adding a 我的老 redirect 师啊 here 只 to 强 the 顺 correct 任， title. 我的抢的只是级间， If 所 a 以你们 page 可以看 has 得到 been 我是什么 deleted, 样的人， check 认 the 为很了不 deletion 起。 log 但 and 是 see 我 the 的老师 deletion 很强， policy. 有数任之高，数 Retrieved 丈之 from 高，网页 你 链 不可能 接 见到他宗庙之美， Privacy 败坏之 policy. 富。那 About 么 Wikibooks. Disclaimers. 它是数任 Terms 的， of 但是我 use. 们现在写的是万 Desktop. 任。 Developers. 这个可以 Statistics. 提一下的就是说， Cookie statement. 这个指示呢是在